是有時我都對着天空獨唱。这首歌呢叫做《晚风的歌》。那么现在呢，其实大家如果喜欢在网上听歌的话，线上上的是我之前自己写的国语的版本，那粤语的版本还没有在线上发行。那之后呢，我也是希望能够在2026年争取可以发一张纯原创的实体的专辑，因为这一路走来呢，很多的朋友。